是老的老布店，中国停止进口台湾往来进行几工，本来要销到中国的染污，话讲染污互人退订。台湾农产品呢，受到这个牵连，台当的往来食客嘛是以外销为主的，而且拢是销到中国。古农惊讲，这往来食客同款会受到风台尾，即嘛是赶紧采收，有法度卖就赶紧卖。趁即马会当卖紧卖去，无。遐尼都剩遐尼济，唔知要卖啥。规个拢是往来食客，全部拢慢了啊！一趟搁一趟拢伫车顶。中国暂停进口台湾往来，加上原本要销去中国的任务，敢若嘛互跳工退订单，互果只拢烦恼，往来食客嘛会受到牵连。毕竟卖人家东西。人家要的话就不挑嘛，如果不要的话就会挑三拣四的啦，我非常担心。毕竟往来食客是以外销为主，而且长期卖去中国，若是出口受到阻碍，恐惊有真济损失。中国大陆它所占的市占率是超过95%。台湾农产品连续受到牵连，已经互农民真烦恼，加上今年往来食客大丰收，价效果直直落。以往1斤的话，如果这样卖起来可能50块以上，大约都有60-70块这样子起跳啦。现在大约可能就30多块、40多块这样。就惊往来食客外销会受到阻碍，即马农民敢若会使赶紧办，会使卖就赶紧卖，希望会使甲损失的风险降到上低。